戏传承人西饶和弦子传承人扎西两位老师有请登台亮相，让我们掌声有请两位老师登台亮相，有请。这是的嘞，这是的嘞。老师，大给公个拿去西巴闹的娘的，他拉莫要本查算，那给切容给马桶给撒家了，他们出把么事呢？讲个了出把是个人才起来吧？讲个了是这个人才起来呢，那讲个了的做呢用啥拉少了嘛的？拉少有个都错了，那做呢用要到就，做呢讲个了是解决。那用我对错了，讲个了是没得你到有的是。做拉萨的用也比较拉萨的用也。老师赶紧切。是，等你给扎西了，切上个等下出，把这了切上那些呢，然后的那没得么东西的，然后的切上个礼拜的。是。去打把人等着给然后真的是累牛。让你说东山上起来。东松着了。哦呀。忙不起来噻。起来噻。啊，推机器了。老师，大众给切了这些呢，别拿马桶个拉莫出别个弄，当下做弄他的东西啦，用大东西，我打这才够头的，就做拉莫出别个。家的上子有是。用大门这给家东生。家的上有。哦，忙不了，你那给切容给用大门这给这才够头。伢人家的上子够头。用大门这给家东生。你那别人个工程的啦，切容给打，切容先把破去给毛东西给拿进来的呀，从面碰给弄他就弄拿进来的。那伢肉鸡肉毛个结果的。老师。早上个帮我肉鸡肉毛个弄结果的。呀。推机器，非常感谢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刚才我们的藏戏传承人西饶老师告诉我们说，他会演唱藏戏当中的这样100多种唱腔。刚才他给我们展示的呢是他的特色反串。掌声送给我们的西饶老师。感谢的嘞。而我们的这个弦子传承人扎西老师呢，他手中的这个弦壶是他自己亲手制作的，而且到目前为止，他已经制作了3000多个这样的弦壶，不简单吧，朋友们？掌声送给扎西老师。那我想请问扎西老师，我们这个8堂弦子的弦壶和我们一般比较熟悉的这个2胡之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？这酒吧有觉得呢，别个红边网了，这就呢大个阿妈的，哎呀，家个红起了，这就呢刚是的，酒吧的要的，叫给你完了个酒吧要的，看个当然这干的嘛说呢，没有不当我不认识，也得他一个的偏多的。从扎西老师的介绍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出我们这个弦壶的制作材料呢，特别的讲究。那之前我也在网上搜这个弦壶制作的这种过程，了解弦壶的有关资料的时候呢，专门有这样一个弦子词是这样说的，就是弦壶曲札加错，需要许多配件，琴杆、杜鹃、树枝、
琴筒柳木树干，金色马子做鞍，木马马尾做弦，蛇皮来绷琴筒。你们说他要的多不多呢？这个弦胡。对，那张欣老师在现场给我们亮一下好吗？可以。亮一下好吗？谢谢。啊，准备掌声感谢了欢迎好吗？嗯。让夜车抓拉家走，让夜车抓拉家走啦呗，给个给啦嘞，抓啦呗，给个给啦嘞。谢谢。挂灯我想别那么你两位老师的绝活，我想哎深深的感染了大家。掌声再一次送给他们好吗？谢谢。祝你们新春快乐，扎起别累，别节气。好，请入座，谢谢。啊，老师，今那多公个米萨个公们的啦，俺自打动老爸的转把些呢，把一节咋俺的这兄别是个台啦，写节拉那面帮用个这加别就开把考级的。别那考错呢，给刘家渠道，给平套，给一些家出所的。空气另外有什么的，把一金子洞，别着人家蓝跑位啊，空当别个挂灯啥么的，俺去$30人民币把些的囊用也没事把些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此时此刻，我们也特别想起了许许多多曾经为巴塘、为高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们。巴塘籍的汉藏双语专家刘家驹、彭涛、义熙嘉措等老师尤其令人怀念。他们毕生致力于保护优秀民族民间文化，他们的默默奉献，他们的坚持，尤其值得我们永远铭记。对日对年大众，对日对年成就，大上把一流吧，把为律动特别，对日每个家庭，怎么弄吧？他们的伢子把通个切据点呗，对日起来是哪真的从没伢子去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把一段弦子踢踏送给所有关心、关注民族民间文化的所有的人们，请欣赏。日后那金。
So